这些大海的馈赠，将要在蓬莱早餐界掀起新的风浪，成为蓬莱小面的卤子。这层粘液是鱼新鲜带的粘液，你看鱼这里面还有小鱼呢。你看，这个食材新鲜，不是任何调味品能代替出来的。鱼刺儿都是往一个方向长啊，逆着刺而上，把鱼肉给拆下来。蓬莱小面以鱼卤著称，鱼汤勾芡，鸡蛋飞花，时令海鱼，肆意挥洒。如果你觉得鱼卤不过瘾，3分面7分卤。各色海鲜，煮熟拆解，最简单，也最新鲜。这3倍有鱼。今天吃的海蛎子太短了。我喜欢吃鱼卤的。面条和海鲜通力合作，碳水与海洋热烈相拥。